美国要扣咱偌济对顶关税是还未公布，昨又有风声讲要扣咱台湾22%的关税，嘛造成昨台股盘中是落300点哦。今仔早起股票，咱的股票佮起破23400点。美国会伫8月初1公布关税，有专家是认为至少应该扣台湾15%的关税。也毋过哦，若咱台湾提出的条件，美方佮无满意，嘛有可能爱佮继续谈判。美国关税政策之下，无确定性影响大。三十台股开盘23288点起87点，了后维持高点震动，上悬有23414点。暗过到第一政治日，市场传闻对顶关税达到12%，引起投资人惊吓。盘中跌了超过300点，收盘股会上杀。等待这个所谓的税率确认，只要在2成以内，让市场能够吃下定心丸，整个台股的一个部分就有很大的一个补涨空间。在8月1号到的那个时间点，其实还有很多的国家还没达成协议，所以比较可能的就是川普呢持续延长这个协商的时间。专家分析，用日本后面讲做的15%的状况，即马已经正做确定，就是关税谈判基准。8月初1可能有3种走向，上乐观是台湾和美方愿意的投资，台美双方点头达成15%协议。不过上可能状况是台湾提出条件，美国还未点头，谈判延后。上摆的方向就是双方达成比15%税率较悬，比如32%或者是15%，不过因讲是无可能。美台之间还没有谈判结论的话，也有可能就是说，我们就适用于但川普所谓的其他经济体等于15%到20% 的关税，一个比较优惠的关税税率是要付出高昂代价的。那如果说被归类为其他的部分，然后这个相关的代价可以延后支付的话，我觉得这个我们应该以正面来看待。根据外媒报道，川普团队已经向台湾提出上好的关税税率，不过无明确表示数字。华府也向台湾要求更较侪投资，不过专家建议，因为对顶关税法悬，即马也被挑战，无排除过年撤销变数又原加大。后续关税谈判应该好好参详，才袂付出真大代价。记者综合报道。